新就任的台北101党市长贾永杰进前有收到恐恐吓的电子批，甚至有诈骗集团用伊的名咧网络顶拐民众投资股票。针对诈骗的处罚800款，所谓发展部长也预告防诈条例的相关处罚，要求网络广告平台若奉通知有人看诈骗广告，要伫24点钟以内落架处理。也要求平台要做广告徛名制，公开这个广告是啥人出钱、啥人看广告。未来逐年平台也拢要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。新任台北101党市长艺人贾永杰出席活动，鼓励大家做流感甲新冠疫苗强化防护力。贾永杰进前收到恐吓电子邮件，讲要对伊不利，结果有诈骗集团假造伊设立名册，分享投资股票秘诀，佫引起外界关注。假名册随后情况，贾永杰也提出澄清。现在 FB 太多这种诈骗了，也想要呼吁大家，就是切勿以身试法。都因为诈骗集团不时借用名人的身份，以网络广告骗民众投资股票。所谓发展部第3有告防诈条例的相关处罚，要求网络广告平台一旦奉通知有刊登诈骗广告，要伫24点钟来贴落来，也要求平台公布广告出资者、刊登者身份，平台甲他人约定直接投放广告，有望爱公布资讯。网络广告平台如果经过通知，它要移除这个大气广告的期限，我们按照一般的是24小时，也跟业者讨论，他们也可以接受。专家认为，面对网络诈骗广告真多，各像变形虫同款，以伫借用无共名人的身份来诈骗，真紧摕落来等于增加诈骗集团的投资成本。方面是提升原本诈骗集团他们要投放广告的资源会变多，就会浪费他们的投放资源。一方面就是加速了对平台的审核，还有加强透明度的部分。通常它已经上去，如果说它在这个网络上时间越久的话，那当然了，这个被害人数可能就会增加。通常这个都是用空头的账号啊，或者是在境外的 IP 啊，来注册来做这个申请，挂上这个名义啊。最主要是要下架。主法规定，平台业者无伫期限已读，会当罚相当500万以下罚款；经济重大者会当罚2500万以下罚款。若有缘无改正，要求业者做流量管理，相当会当停止解释。所谓发展部表示，相关处罚拢有过30天。若作业顺利，上紧年底有希望上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